不管是过年前的大饼扫，还是平时饼厝内用得到的清洁剂，真正爱放好好。喙孔烂去，脑梗烧着伤，连胃拢有溃疡。这严重的状况出现伫高雄一个大姐外查甫囡仔身上，因为这个囡仔就像安尼。 伫疫情内，这官人拢摕起伫算，摕起伫测，甚至佫摕起来甲看卖。当时查甫囡仔就是摕厝内所无按滴洗马桶的清洁剂当做饮料准咧啉落，造成喙孔到胃上到有够食烂。到这边呢有白色2到3度的溃疡，在靠近胃的部分，甚至呢有4度坏死性的溃疡。 后来，这个囡仔经过8摆手术，这个脑梗医院缩甲像原子笔芯的大细，即马敢来使食流质的物件。医师提醒家长，厝内有真侪暗藏的危机，爱细认。尖锐物品、电池、强酸强碱或是清洁剂等等的，应该置放于小朋友拿取不到的柜子，或是锁紧放于高处。 所以讲，爱阁提醒乡亲，厝内药啊、清洁剂等等的物件，爱放伫较悬的所在，也是锁起来，避免讲囡仔去食着了，造成无度挽回遗憾。